大家好，我係五叔公，伍發齊。今日咧，我繼續講呢個觀落陰。咁觀落陰咧，香港好多人咧都去台灣參加觀落陰嘅，但係翻嚟咧個印象都唔係幾好，就話都睇唔到元神宮啊，或者睇唔到自己想睇嘅親人。咁其實唔係嘅，大家唔好誤會。其實台灣人就好清楚啊，香港人反而個文化問題點解咧？即係等於你探一個好重要嘅人物，你去到唔係一定揾到佢嘅，因為你冇約定佢啊嘛。即係你地府探你嘅親人，你約唔到佢啊嘛。你去到嗰陣時，佢未必得閒見你，或者有咩原因。所以台灣人咧，佢哋當係去到之後見唔到，佢會去1次、2次、3次。甚至有啲去到20次先見到啊！但係有啲好彩1次係見到，所以咧唔係話個法唔靈，而係咧你哋咧即係諗住1次係得嘅。呢個香港人可能同台灣人個文化嘅分別，咁所以咧大家嗱亦都有幾個原因。另外有個原因，即係譬如佢10個人去到觀落陰，咁10個人佢想見啲親人咧。啲親人死嘅都唔同，有啲病死嘅，自殺死嘅，交通意外死，咁年齡亦都唔同，時間亦都唔同。咁神咧幫你揾晒10個真係好厲氣㗎。咁所以咧佢就揾最啱 channel 嗰2個至3個同你帶咗去見面，所以變咗咧你就話個成數率咁低。但係如果咧即係好似一大埔呢次咧，就啲人咧往生者同埋一笪地方同埋個時間咧，如果佢哋做觀落陰咧，去一笪地方揾咧往4成咧，大部分咧我相信10個之中，起碼有7、8個都揾到佢親人，因為同一笪地方咪同嗰個時間啊嘛。但係好可惜咧，現在咧暫時都未可以做觀落陰住，因為咧最低限度都要100日之後先見到佢親人嘅。即係你早去咧都見唔到啊！咁有一啲師傅就係7失49日，但係都係好少機會。即係話如果佢係如果出家人嗰啲咧或者做善事好大善人咧，佢係7失49日可以見到佢。但係一般普通市民百姓都要100日之後先見到佢。咁呢一個咧就係講俾你聽觀落陰個實質情況。咁而咧做法咧有幾種做法嘅，咁有一就用一塊紅布或者黑布，有一條符就包住個眼。咁其實你見咧就額頭嗰度見到嘅啫，唔係眼見到嘅。咁有一啲堂咧喺台灣咧，佢就要除咗鞋就吊腳坐喺張凳度，隻腳離地嘅。點解離地咧？當佢見到佢親人嘅時間咧，佢有時咧個親人唔識喐嘅，企喺度，你要行埋去揾佢。你行埋揾佢嘅時間咧，咁佢離地咧隻腳會喐嘅，會揈下揈下咁啊，好似走路咁騰空咁。咁啊當然一個師傅咧要喺度念一啲咒，咁佢又會向前行，因為佢唔夠力行嘅，佢要念啲咒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有一門。咁但係另外咧大部分咧都係除咗鞋、除咗襪就隻腳掂地。咁如果係行路嘅話咧，係用意志方面去行嘅。你喺裏面見到你親人咧，你係行到嘅，但係實質上咧隻腳冇喐到嘅。咁有一個堂咧，佢就會踩住啲金銀嘅，左金右銀嘅，就踩住啲金銀掂落地。咁凳腳都要放金銀嘅，每一個堂嘅做法都唔同嘅。咁但係佢哋嘅目的都係可以做得到。咁另外咧，每一個堂咧，譬如有10個人咧做觀落陰咧，可能或者有4、5個見到佢就要舉手，師傅埋嚟就會指引你點樣做法㗎。咁當你喺嗰個陰間咧，2個 channel 啊，你同你嘅親人傾偈嘅時間咧，你講嘢師傅聽唔到，你同你親人講嘢，但係師傅講嘢你聽到嘅，即係2個 channel 嚟嘅。即係你地府裏面溝通嘅咧，
就師傅聽唔到嘅，係即係你同亡者溝通。但係師傅講嘢帶領你咧，你係聽到師傅講乜嘢嘢嘅。咁同其時咧，其他人隔離嗰個又係觀落陰，又見到親人講嘢，佢亦都聽唔到嘅。咁但係咧，有啲人咧去參加觀落陰咧，就八卦，自己集中唔到精神咧，咁啊聽到隔離見到親人喎，佢側起隻耳聽，咁佢自己又見唔到啦。八卦嗰啲就，所以咧即係成功與否咧，都係要自己好專心去參加先得嘅。咁香港嚟講咧，暫時咧就好少，我就所知未有人舉辦啲觀落陰。我都希望有啲師傅可以舉辦啲觀落陰咧，俾人哋去參加。咁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下次再講。